后来镜头锁等来台湾，继续来踅老街。今仔日来去苗栗的三义。讲到苗栗的三义，就是木雕上出名。但是其实三义有一条拱形老街是彩绘起家。伫个老街有一间建中国小，日本时代就有。苗栗乡公所特别找来着彩绘师，把这个校门前的长梯，甲打造做3D 彩绘天梯，有99坎，结合着当地景点，表现在地特色。即卖观光客是愈来愈多，老街嘛愈来愈热闹。立体彩绘楼梯有真侪游客伫遮翕相，敢若超一个姿势都要用几分钟，因为大家人拢想要翕出独一无二的相片。搭起龙亭长桥，这是无可能的任务。要过伫个彩绘天梯遮，你要安怎行拢无问题。99坎的楼梯，除了龙亭长桥，还有圣兴车站甲石虎，这拢是苗栗的特性。本来我们这边的老街呢是非常冷清的，但是自从有3D 彩绘以后呢，这边老街的呢，突然生意就好起来了。正是这条彩绘天梯带予广城老街欢迎的机会。要过干那一座天梯，无够游客留伫遮，所以讲苗栗乡公所将规条广城老街拢打造成彩绘世界。边啊，这变电箱啊，也是人家厝的外壁，拢总甲插做客家绘布。当地的这个乡土画家陈浩宇先生呢，他呢特别的就为了这个来配合我们3D 彩绘。教堂围墙啊，为白灵丝、水牛、碧蛤甲鹿角菇，这拢是苗栗的生态特性。参观同时，会使看到街头有真侪摊贩。我们苗栗都出产这些。苗栗红棗、客家的泡菜，一个小小的摊位卖几10种的食物，苗栗的特产伫遮拢总买得到。老街内面也有一座三义上界古老的庙，叫五国宫，壁有画农村的意象。来到三义，唔有木雕会使欣赏。行入广城老街，有真高的客家味，也有充满色彩的艺术气氛。